歡迎大家嚟到爆冷嘅線路心水溝操環節啊！上個星期日嘅泥草混合賽事，小弟又叫做輸啲啊！小喇叭事關有啲冷門捉唔到，布文呢預佢老味起碼點樣去殺個哨華仔，自己賭單面，但係就冇賭 Q。希望嚟嘅呢個星期三嘅國際騎師錦標賽浪琴杯咁啊，可以幫自己爆冷。上年捉到巴米高嗰隻胡椒軍曹個 win pay 咧，相當好分嘅。希望今年呢，即場可以揾到啲冷穩仔咁又，但係早熟依然要做嘅時候呢，就希望可以幫大家揾到啲冷馬啦。今次推介嘅嘢可能有少少古靈精怪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。咁就嗱，呢個國際騎師錦標賽，大家留意翻呢，騎師王呢淨係計嗰4場國際騎師錦標賽啊，咁啊大家留意翻係第4、第5同埋第7、第8場嘅。咁啊依家可以睇下我哋最愛嘅數據平台 HK33，咁啊有啲數據賠率俾大家睇一睇啦。雷神呢，咁又落緊飛嘅，其他嗰啲金美琪啊、李寶利呢啲呢就回飛嘅。咁當然就要計 win 多啦，咁又可以睇一睇陣間嗰個形勢啦。咁就騎師王就咁計啊，練馬師王呢，大家留意翻係成個倉咁樣去計，即係場計數啊。咁又唔係淨係計騎師錦標賽嗰度嘅，大家可以留意翻。咁啊，用翻我哋最愛嘅線路馬主圖同大家講一講啊。嗱，今次呢個賽日呢，第4、5、7、8場就係騎師賽啦，大家留意翻啦。咁啊，黑色咗佢嘅吓。咁啊，馬主線啊，咁啊，廖康明冇線嘅。咁啊，阿方仔啊條同主同倉線啊，富裕君子3軍用將用到唔係話特登用李慕華嘅吓，咁啊抽翻嚟嘅啫。咁跟住呢條線呢，亦都搭咗落去呢一隻叫做乜鬼嘢，話啲線亂七八糟。今次呢度，呢度張義身上嘅吓，大家可以留意下啦。咁啊，富心星同埋人心星吓，唔係騎師賽咩吓，都係用雷神啊，比較特別吓方仔。咁啊，要數下就係呢一條沈集成啦吓，有個喜連勇敢啦，一陣間會講下嘅。咁啊，鬥氣喜光頭丁啊，咁啊有呢隻叫做建測群英啊，咁啊亦都射住呢一隻叫做天火同人，係咪啊？喺邊度啊？阿偉達嗰個倉嗰隻，屌嗱成天火同人啦。咁跟住有愛心得啦吓，吳山高嗰啲啦，至高心得啊，咁啊繼續射埋落去呢一隻叫做銀量奔騰同埋增加嘅東來欣賞吓，非常亂呢啲線路。事關佢亦都有少少集咗落去呢啲叫真金奪冠身上嘅，咁又古靈精怪線。咁啊，頭先文家良冇線啦，告東尼講咗呢一隻叫做東來欣賞啦。咁啊，當年情啊呢一隻馬呢，咁啊跑1800、200咁啊長程馬，咁啊呢啲唔跑嗰啲咩國際賽就啱噶啦吓，減分減落嚟睇下會唔會告東尼喐手嘅啫。咁啊，事關呢一隻嘢呢，就射住有2條線嘅。第一條線呢，就係呢一隻叫做讓愛高飛啊。第2條線要揾一揾翻，因為今次啲線呢紮得有啲複雜，揾得唔係好夠清楚。用翻我哋最愛嘅數據平台 HK33 睇一睇啦，屌你兩味。咁啊，當年情呢一隻馬呢，咁又射住就係有型人吓，讓愛高飛啊 ，OK。咁跟住嗱，美麗又射美麗啦吓，騎師賽啊，認最美麗吓，咁啊美麗邂逅，因為做馬線都擺喺度啊，因為事關你都可以見到咩爆出美麗嗰啲啊，爆笑，跟住美麗邂逅吓，何佑亨啊吓，咁又啊郭浩全呢啲都係啲好朋友嚟嘅，會唔會做馬呢？告東尼仲有隻叫做鐵甲乜龍啊，咁又射住呢隻叫龍船快啊，有趣隻線路。咁又毛偉傑啊，頭先講過仗義啦，咁啊呢度真金奪冠呢，亦都係射住呢隻精算逆言嘅。咁同埋佢亦都有另外一條線就係至高心得，所以啲嘢炒埋一碟撞晒車咁呢啲線。呂健嗨啦，咁又好實力，咁就富國契弟。智勇名衰啊，咁又勁速威龍，咁啊同主同倉啦吓，有趣。
咁啊呢度馬羅庫存啦，有呢一隻叫做亮寶啊，咁啊射住啊尤達榮嗰一隻叫戰寶。咁呢度數字鐵雲，我相信都好多人去及住呢隻馬。梁家俊，因為暴風之使啊，上次爆冷捉到啊，社群嗰度有出，因為大家有興趣睇尾場啲免費料，可以有一日嚟爆冷嘅社群望一望。咁啊，葉本嗨啦，有呢一隻叫做瑞奇威風啊，咁啊賢者威風啦，呢啲大家可以望一望，有啲線擺喺度啦。蘇慧賢正五棚志啦，咁頭先講嘅有型人啦，其他冇乜線，同主同場啊，蘇鳩年青春力量標之量子標係線啊，咁就值得望一望啊呢條。咁就賀賢頭先講過嘅線啦，咁呢度有隻快搏對落去啊，先到先得身上。偉大啦，咁一陣間會講，因為呢一次係我會賭嘅線路嚟嘅。咁就天火同人講過啦，已經。阿蔡又頭先講過嗰條中加線啦，咁就許晉亨嗰啲講咗，銀亮講咗，黎超星冇線講過，跟住徐石暴風之使，讓我高飛，精算亦然講過。呢度呢，就係一陣間都會講嘅神策金剛咯。咁啊，丁固有條同主同倉線，任戰大塊田啊，大浪原田、大浪淘田到底開邊一塊田呢？咁啊，真係拭目以待，我都唔撚知。巴度冇得騎，今次會推介嘅一條線路呢，就用呢一個叫做騎師嘅圖表同大家講一講啦。嗱，今次我推介係一條過關嚟嘅，咁又點賭點玩呢？大家自己考慮下嚇。WinPay 串串嘅我係。嗱，咁可以望到呢一隻叫做智旺財，旺財射同喜，同主同倉同騎 ，OK， 黃牌線啦，咁又布文啊，咁啊偉達當家精彩同喜啊，咁又呢個亦都有一係嘅馬主喜連啊，咁就擲咗落去呢一個叫做同主就同騎。咁啊，其實呢度有一條線呢，就應該都要畫埋出嚟嘅。第三係嘅馬主神異金剛。嗱，其實小弟睇呢一條線嘅時候呢，咁我最主要聚焦嘅地方就係偉達啦。嗱，偉達黃牌呢，就擺咗喺當家精彩同埋同喜身上嘅，照計應該開一隻。嗱，如果佢淨係開當家精彩呢，即係冇同喜啦，應該呢，智旺財同埋呢一隻叫做喜連勇敢呢，就應該開得齊嘅，但係計落條數呢，阿布文呢，就唔係咁跑，似乎我覺得佢呢度應該係非騎師賽全部跑撚晒嘅。事關呢，你如果睇呢度當家呢，就1、2、3冇乜理由。Suppose 咧應該係開齊晒，所以我估應該係智旺財同喜。當家精彩同埋喜連勇敢呢啲咧，全部都會有機會去馬。我覺得同喜呢個團體今次又大手去馬，加上偉達呢，似乎都係大手嘅，所以今次呢，我嘅推介就係智旺財同喜、當家精彩同埋呢一隻叫喜連勇敢。咁我係賭呢一個叫做4穿5啊，我冇記錯係嘛？咁又 WinPay 過關嘅。咁我會有一條4穿1喺裏面，我覺得最抵玩嘅。另外有一注單 pace 咧，就會倒咗喺呢一隻叫做神異金剛身上，因為喺呢一度大家可以望得清楚少少啦。智旺財同喜同主同倉黃牌線當家精彩，我覺得呢度應該係殺晒嘅，再加上呢度開一隻神異金剛，咁亦都係3係馬主嘅呢一個喜連勇敢，我搏佢呢係大手去馬。咁所以今次嘅線路推介就會係咁樣賭過關單 pace 啊神異金剛，大家聽到呢就可以留意下，我亦都會補翻條飛呢擺喺到時個專欄嘅 comment， 大家可以參考下啦。至於呢，今次如果講有興趣賭嘅一個騎師王推介啦嚇，咁我估相對每一個平台都會講一講噶啦。咁小弟呢，就比較喜歡李寶利同埋呢一個叫做肥婆杜婉欣嘅嚇，咁富個契弟有線啦，咁飛龍在天都叫做 OK 嘅呢啲嘛。
耀昌盛世啱贏完啊，咁啊唔知仲有冇機會？枕頭之星1000應該啱去跑嘅，咁所以我覺得比較喜歡就係杜婉欣嘅八婆。咁啊頭先裝到雷神落飛喎，咁啊美麗有線、快博有線啊，咁啊標之量子同主同場有線啊，超強60，我相信呢啲除咗11檔之外應該都強嘅。會唔會有雷神有雞呢？落飛？但係咧，我自己另外中意李寶利，因為事關掌聲跑1650強，上次1800跑過第5，應該繼續砌羅富全。天火同人有線，智勇名區，我自己覺得應該好有機會嘅。咁就飛輪霸呢啲咁就真係好睇下葉本閪生唔生性啦。咁就所以我會搏呢兩個懶嘅騎師王嘅。大家即管 try 佢睇下今次報文係咪大手去馬啦飛騎師賽，仲有一隻咁嘅死人冷門艾杜拿葉楚航嘅神異金剛會唔會有冷爆呢？